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富仔，今日嚟到10月15號，繼續都會有一場嘅重心推介，同大家分享下啦。今次又係揀咗第三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呢一組我覺得唔算話太多好狀態嘅馬喺度，咁都係揀翻一啲之前我有揀過嘅馬，例如5號嘅真旺啦。呢隻馬初出嗰一場嘅賽事咧，追過第3係追得幾靚嘅，咁啊追啲8路金剛之後再出好快都有成績交代到啦。咁上一場嘅賽事咧就用咗個擺前嘅走勢，呢一個都係可能試下嘅啫。咁但係嗰個嘅末段爭啲啦。今次轉過嚟跑谷草咧，我覺得呢組快馬多嘅，例如佳運發千杯良區好都係擺喺前面，睇下會拉快少少嘅步速，令個真旺會好追啲啦。所以第一匹揀咗佢先。而另外一隻咧，亦都排咗個唔錯檔嘅1號嘅武林寶典啦。除咗初出嗰一場嘅賽事有揀過佢之後咧，之後再出咧，其實我都覺得隻馬個走勢方面就唔算話太過話好特別啦，要再俾啲時間佢啦。咁但係跑咗幾多場嘅賽事之後，我覺得神速觀感佢進步咧唔算話太過大，但係又唔算話太過差，所以睇下呢個一檔會唔會幫到手啦。而第三隻揀3號嘅當家精彩啦，咁喺上季試過轉過嚟跑谷草咧，亦都追得唔錯，跑咗個第4嘅。咁上一場嘅賽事跑田草咧，就見到佢就增速力就比較上慢少少嘅。咁睇下今場同隻真旺睇法一樣啦，會唔會話即係快啲嘅步速令到佢哋會好追啲啦？我覺得呢隻馬咧都係有一定嘅潛力㗎嚇，呢隻當家精彩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。135呢3隻馬我會要咗先，而再揀落去咧就係10號嘅駿馬之寶啦。咁呢隻馬喺實貨觀感咧就略為有進步嘅，呢隻馬嚇，力度咧就比起上季嘅時候咧就好咗好多。加上今季亦都跑咗一場嘅賽事，其實上次跑到第7咧，我都覺得都係順住跟跑嘅啫嚇。跑完嗰場之後再試嗰課大閘咧係有進步嘅，所以呢隻嘅駿馬之寶排到2檔，亦都可以留意。咁呢場嘅賽事咧，我就會揀5號嘅真旺做膽2重彩複式，咁就一膽拖3腳，就拖1號嘅武林寶典、3號嘅當家精彩同埋10號嘅駿馬之寶俾大家嚇。咁就係5拖130啊！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贏錢啦。另外，如果想睇富仔其他場次嘅推介，咁歡迎大家加入富仔嘅賽馬分析群組啊！咁少少嘅支持咧，就會有8個賽事每場都會有呢個沙圈馬提供俾大家噶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好，咁下次咧拍片再同大家傾馬，拜拜。